嗨，其实我们莫名其妙就来卖爪刀了。来，这是我们总经理。对啊，总经理啊。啊，因为我们公司就只有5个人。哦。好，这是我们的总经理啊，总经理，你对于我们的什么等一下游戏，等一下我们的菜单呢？来，我们的游戏爪刀股份有限公司，你有什么想法？就专门卖给一些小屁孩。OK， 你不要乱讲话。来这里就是我们的爪刀，还有粘土做的，然后你的剪刀要收起来。好，然后这是我们的大概。是什么？这个小宝宝爪刀。记得来我们的这个什么游戏爪刀股份有限公司。好，我们公司就只有5个人哦。另外2个人忘记写了，没关系。好。